大家好，我係 JPHAA 嘅和諧粉彩正指導師，亦都咧喺日空閒嘅時間咧，會聚集一啲咧對和諧粉彩有興趣嘅人士咧，我哋會做一啲嘅聚會咧，係畫和諧粉彩嘅。咁我已經有5年以上嘅畫和諧粉彩嘅經驗啦，所以咧今次咧可以同大家咧一齊介紹一個星空和諧粉彩嘅導師證書課程嘅，以至到咧係對和諧粉彩有一啲認識嘅朋友咧，可以咧係透過有個資歷架構嘅認證課程咧，以至到咧係可以咧喺畫畫嘅過程咧，又可以放鬆自在嘅。咁呢個咧係和諧粉彩星空導師課程咧，咁我哋咧係要完成4張嘅畫作嘅，包括有啦星空夜航啦、星空之樹啦、星空星塵啦，同埋咧流星花園。完成呢4幅嘅畫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咧係叫做去申請一個導師課程，仲可以咧係去教其他嘅認識和諧粉彩嘅人士咧完成呢個課程嘅。咁咧我哋都會成為一個資歷嘅導師嘅。咁如果對和諧粉彩又有興趣，中意咧指尖嘅放鬆療愈嘅話咧，咁可以咧係又有個資歷架構，可以咧係幫人哋咧係更加進一步咧係去認識和諧粉彩嘅話咧，咁就歡迎你哋嚟參加呢一個和諧粉彩嘅星空導師課程。